星啊，喂，同你揾到幾份工都啱嘅。嗱，你聽下嚇，電子廠請熟手啤膠員，人工高，福利好，有廠車接送，唔啱冇？呢份啦，東華三院請看更，有鮮明制服，喂，啱晒你啊！你咁中意着制服嘅，唔啱？喂，呢份啱晒你啊嗱！電影公司請男主角1名，無不良嗜好，年青力壯，身手敏捷，氣宇軒昂。喂，所有條件同你好配合啊！係呢度有少少同你有出入。呢度嗱，佢係請9公1隻，拍人狗情未了，爭少少啫，不妨試下。喂，你唔係諗住自己叉嗰隻狗係嘛？未必噶喎。喂，星啊，咁你要打算下得㗎，後生聊聊唔中唔做嘢，真係做飛仔咩？跟住點樣？我已經決定咗。決定點啊？喂，做生意就預埋我啊！做翻我至精嗰份。係咪啊？隻狗角色其實好適合你㗎。做卧底，我要翻學校做卧底。